係各位網友，今條片要同大家講嘅標題係緊急一周內90艘船遇襲，普京被逼停航，克里米亞開始守唔住。各位網友，今日我要講一件香港傳媒幾乎冇乜報道，但我認為可能係俄烏戰爭今年其中一個最重要轉折點嘅新聞。唔夠一個星期，烏克蘭方面表示喺亞速海一帶先後攻擊90艘俄羅斯船隻，包括油輪、渡輪同其他運輸船。俄羅斯方面亦都承認至少有油輪喺航道入邊俾無人機擊中。而更加重要嘅係，俄羅斯之後宣布暫停頓河亞速航道航運。大家第一眼睇可能會覺得又係無人機襲擊，但我睇完所有資料之後，我反而覺得真正值得研究嘅根本唔係打咗幾多艘船，而係點解烏克蘭忽然集中火力打船。因為戰爭打咗幾年，船一直都有，點解偏偏係而家？點解唔係炸機場？點解唔係炸軍營？點解唔係炸坦克，而係集中炸油輪、渡輪碼頭？我認為呢個唔係偶然，呢個係整場戰爭打法已經開始改變。點解忽然打船？要明白呢件事，先要知道克里米亞究竟靠乜嘢生存。大家成日以為克里米亞就係一個半島，但其實對俄羅斯嚟講，克里米亞係一個要每日不停補給嘅大型軍事基地，200幾萬居民，大量駐軍，黑海艦隊、空軍基地、防空部隊，所有人每日都要食飯，每日都要用電，每日都要燒柴油，每日都要用汽油，所有軍隊都要燃料，所有坦克都要柴油，所有飛機都要航空燃油，呢啲全部都唔會自己生出嚟，一定要由俄羅斯本土不停運入去。原本有3條補給線，正常情況下，俄羅斯補給克里米亞有3條主要通道。第一條克里米亞大橋，貨車、火車、汽車直接過橋，呢個最快、最平、運量最大。第二條，俄羅斯打通烏克蘭南部之後建立嘅陸上走廊，一路由羅斯托夫經馬里烏波爾、梅利托波爾一直入克里米亞，大量軍需物資可以用鐵路同貨車直接運落去。第三條，海運，由亞速海經刻赤海峽，利用油輪、貨船、渡輪運送燃料同各種大型貨物。正常情況下，海運只係其中一部分，因為過橋一定快過坐船，鐵路一定平過渡輪。點解而家開始依賴海運？原因好簡單，其他路越嚟越危險。近一年，烏克蘭一直打橋、打鐵路、打公路、打油庫、打後勤基地、打鐵路樞紐，無人機活動範圍越嚟越遠，貨車開始要夜晚行，車隊開始要分散，鐵路開始經常停駛，橋要反覆維修，即係話原本可以行陸路嘅貨開始越嚟越多改由海路運。呢個就係點解最近亞速海啲油輪、貨船、渡輪重要性突然提升，因為佢哋開始承擔原本由陸路負責嘅補給工作。烏克蘭立即改打法。如果你知道俄羅斯開始依賴海運，下一步應該打邊？答案就係船，因為船有一個特點，所有船最後一定要返碼頭，一定要經航道，一定要經刻赤海峽，即係全部都係固定目標。你唔需要炸沉所有船，你只要令所有船長相信下一艘可能輪到自己，成條航道自然開始停，保險開始升，船員開始唔敢出海，貨主開始唔敢落貨，港口開始塞。呢個就係點解今次最重要新聞其實唔係打中幾多艘船，而係俄羅斯自己停止航運。呢個動作代表俄羅斯自己都認為目前已經無法保證航道安全。呢個真正影響係咩？呢度先開始講克里米亞。如果海運都開始唔可靠，克里米亞會出現咩？首先，燃料開始不足，之後柴油開始優先供應軍隊，普通市民開始排隊，旅遊開始停頓，物流開始慢，物價開始升，最後大量物資開始配給。呢度有一樣嘢，好多人成日搞錯，配給唔會增加供應，配給只係重新分配供應。如果以前每日運到100噸燃料，而家只能運30噸，配給只係決定邊個可以用呢30噸，另外70噸仍然唔存在。所以長期配給唔可能真正解決問題，只可以令問題遲啲爆。普京開始出現真正困局，到最後普京只剩低幾條路。第一，
投入更多防空、更多護航、更多軍艦、更多兵力，死守所有港口、所有碼頭、所有航道。但問題係，今次已經證明做到非常困難。第二，接受克里米亞長期配給，軍隊有油，居民忍耐，經濟停滯，旅遊消失。第三，開始疏散部分人口，先撤遊客，再撤家屬，最後甚至撤部分居民。我唔敢講一定會去到全面撤離，因為呢個政治代價極高。但係如果補給能力長期下降，疏散人口一定會開始成為政策選項之一。我真正想講嘅結論。所以我今日想講嘅根本唔係90艘船，亦唔係幾多架無人機，而係戰爭已經由消滅敵軍變成消滅補給能力。以前大家認為打贏戰爭要攻城，要搶土地。今日烏克蘭做緊另一件事，佢唔急於攻入克里米亞，佢首先要令俄羅斯養唔起克里米亞一塊土地最難守，唔係敵人攻入嚟嗰一日，而係每日都要用越嚟越高成本，先可以維持入邊200幾萬人正常生活。如果有一日克里米亞只能靠配給維持，只能靠軍隊優先，只能不停補貼，只能夠不斷承受無人機攻擊，咁佢就唔再係普京最大嘅政治資產，佢會慢慢變成一個唔可以放棄，但亦越守越貴、越守越痛嘅戰略包袱。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你係邊個？點解咁熟口面？唔使緊張，我係來自未來嘅你。幾十年後仲 keep 得咁好，呃鬼食豆腐咩？要維持豪放嘅底氣同美麗，全靠我日日都食呢一隻韓國 Hankook Life 鹽健逆齡配方。咁犀利？等陣拍下一場之前，我要食一粒先。